教主他老人家。给王爷请安。给额娘请安。你来了。额娘，你好些了吗？浑身酸软，怕是受了夜寒。大夫怎么说？开了个方子，说先吃2剂再看。衣柜主子，您的药来了。放下吧。你们也都下去吧，我想清静会儿。额娘，药还是趁热喝吧。把药倒掉。为什么？我根本没病。那您这是？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坐下。你阿玛是不是给你们几个阿哥派了差呀？那你派的什么差呀？一个私贩楠木的案子。抓到什么人了吗？额娘，您怎么？告诉我。抓到了漕运总督向怀章。还有谁呀？这里边有没有和珅的事儿？有还是没有？有。什么事儿？和珅胆大妄为，居然自己偷盖了一座楠木店。你想怎么办？我正在和朱师傅拟折子。你想扳倒和珅？和珅是大清立国以来，不，应该说是历朝历代以来最大的贪官，已经到了立令智昏的地步。还有什么？此人长袖善舞，狡诈奸猾，多少人想动他而未得其果。你想出这个风头？皇阿玛让我们办案，是要看看我们的魄力和胆识。这面鼓若能敲响，当可振聋发聩。几位阿哥，案子里也牵扯到了和珅，你知道吗？儿子有所耳闻。听说还拟了参和折子。儿子手里的东西应该比他们更硬些。你们这是比着谁的嗓门大呀？告诉你们，你阿玛来我这儿谈起这事儿，我只听懂了一句话。皇阿玛说了什么？他说你们太嫩了。你说，你阿玛是不是一个聪明人？圣祖之后，无以过之。这儿就咱们娘儿俩，用不着官样文章。不过，你说的也没错，你的这位皇阿玛是天底下绝顶聪明的聪明人。你想想，凭他这么聪明，他能不知道和珅是什么人？这面鼓还用得着你们敲给他听？皇阿玛年事已高，也许……你放心，你阿玛在大是大非面前从不糊涂。况且，这次是在泽里储君，是要传大清的千秋伟业。额娘指教。我虽不怎么出门，
可是，光闻闻味儿，我也知道个大概。在这个地方，你既不能逞一时之快，也不能凭义气。这里权衡的是天下大事，你要学会一碗水端平，这左右你都要掂量好，更要懂得韬光养晦。和珅罪恶昭彰，他是贪官也好，清官也罢，照我看，就是你阿玛的一个棋子儿，怎么出招才算不嫩？这里边有学问。容儿子想一想吧。是要想一想。你阿玛在禅位之前，这是最后的定夺，是成是败，这都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别动，刀口上有剧毒，千万别得运气。忍一忍，忍一忍，忍一忍。忍一忍。明天天亮之前，你如果没事儿，算你命大。休息吧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不要随便动用内力。
哟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府里的拿手菜田园鸡，您尝尝。还有什么事您吩咐我。好，行，先下去歇着吧啊。走。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呢？行啊啊，有房住啊，有保镖，有门卫，还有王府的厨子。咱们这芝麻开花节节高，越混越壮啊！别客气啊，这福分是咱们挣来的。开吃，开吃，吃。哎呀，来，你不是最喜欢吃这个吗？好，来，这是你的红烧肉。行行好，行行好，爷爷奶奶行行好，行行好，红姑娘。姑娘，彩虹姑娘，为什么打我？你是谁？是我呀，李公子。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终于见到你了。醒醒，来，哎呀，醒醒！怎么就你一个人呀？他呢？谁呀？赵三发呢？不是，哎，不是在这儿吗？哪有啊？哎呀，糟了，这小子是不是吃饱了？去那……哎呀，我真怕见不着你，这样你跟你姐姐就看不到我为你们报仇雪恨的手段了。我告诉你，这回算是把和珅的小脖子给掐住了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就你一个人，怎么对付得了？肯定是找个膀大腰粗的。谁？这个说来话长，你就别问了，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去一个没人找得着的地方，有吃有喝，有人伺候。你不能走。为什么？我找到姐姐的下落了。你找到你姐姐下落了？
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找他啊！不行，外面太危险。再说，你要是出了事儿，姐姐不就白等你一场了？哦，也对，那怎么办？这样，你在这儿等我，哪儿也别去。我找到姐姐以后，尽快让她回来。好。对了，我要是找到姐姐，姐姐一定会问我，能掐住和珅的人，到底是个什么官？官儿，可比官儿大多了。千万保密啊！除了你姐姐，谁都不能说。你猜？哎，皇上的儿子嘉亲王。快过来！找到了，在哪儿？就在屋里。干掉他！哎，你去哪儿？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何中堂。走。快，你们几个全部跟上！你们三个这边，你们两个这儿，都过来这边。小子，你出不去了！我知道你在里边，识相的抱着脑袋自己走出来。咱们回去说话。你敢不老实，我们提着你的脑袋回去交差也一样。我数3下，自己出来是你的福分。3下数完了，可别怪我下手狠。1、2，竖着耳朵听好了，再数1下，就是你的死期。看来得见血了。3，上！姓李的小子，你给我出来啊！想躲门儿都没有！哎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15。哎，跑得了和尚，你跑得了庙吗？啊！这，给我出来！你躲！干什么？你们来讨债的吧？啊！讨债啊！嘿，这王八子，他借我的钱喝花酒、逛窑子，找窑井、找臭戏的鬼混啊！当干净了想跑，没门儿，姥姥！哎，干啥？你先别捣乱，我们有正事儿。嘿，我这也是正事儿啊！他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告诉你啊，嗨，你今儿要不出来，我就在这儿跟你耗上了。我打地铺不走了。嗨，哎，拜托。哎，你干什么你？听着，抓人也要有个先来后到，你往后退。哎，郑爷，我往后退，他欠我钱，你还我呀？别捣乱，看看我们是谁。不是，你们是谁啊？说出来吓你一跳。不是，我是郑爷。在这干什么呢？嘿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把他堵住了。堵什么呀？他不在里边。你胡说！我眼看着他进去了，他跑不了。说你没用吧？他刚翻墙跑了，我一扑没抓着。你也翻墙了？这王八子！快，你往东，我往西，我们分头堵他。好，哎，追他！快！哎，那个人是我的。哎，你不是说了吗？先来后到啊！气死我了！哎，仇人。
哎，分头传旨，所有办差的阿哥，明天万字亭议事。这。内听消息，明日主子要召见皇子。老爷子这是要定盘呀？爷，据刘醒身的女儿传来的消息说，内务府那小子钻进了嘉庆王府，明儿会不会您的事儿？啊？债多了不愁。明儿殿议上阿哥们所有的奏对我都要知道，一句不许漏。这。奏折内与和珅有关的都已删去，以老贵妃不让动和珅，必有他老人家的道理。唉，就算是押宝吧。和珅在舒春园建南木殿的事，还有谁知道？哦，没有了。哎，不，还有那个送消息来的李传卫，他在哪儿？安排了住处。那边有人吗？那边有人在做饭。开门呐！彩虹姑娘已经找到她姐了。您大喜呀！我知道，我现在说啥你们都不信了。你想说什么呀？我只想碰见一个我喜欢的人，成个家，生一窝孩子，找个清静地方过过人过的日子，这要求很过分吗？你就那么喜欢那个文姑娘吗？她不会就是个唱戏的吧？我这样的人，难道还要找什么千金小姐吗？唱戏的怎么了？唱戏的有什么不对？我喜欢她，我喜欢唱戏的，怎么了？不行吗？人家那叫逢场作戏，你个傻子！傻货这是。那找到他，你要怎么样？上次我把和珅的事情告诉15阿哥，他问我想要什么好处吗？我还没开口。我想，这回无论如何跟他要点好处出来，我们3个人一分，我就拿上我那一份儿。我进文姑娘的戏班子，她唱戏，我打锣，我们浪迹天涯，海枯石烂，永远在一起。这有什么不行？这很过分吗？难道不行吗？你走吧。你答应让我去了。只要你觉得能和文姑娘在一起过上顺心的日子。好人，好人，你是个好人。哎，你出去要小心，和师府的人可能还在找你。我找到文姑娘以后，马上去找15阿哥，他肯定会答应我的。我不会跟你分什么钱的。要不要是你的事儿，我说到做到啊！谁是李传卫？干什么？奉王爷禁止看守这个院子。你看个院子这么吓人干嘛？行了，那你们辛苦，我还有别的事儿。王爷有令，从现在起，这院子人不准进出，不准写信，不准传递消息，不准接待客人，吃喝有专人地座，就这些。
这是要干嘛呀？这是还有这事儿，我得去问问。回去！还你再推我一试试？回去！哎，你再推我一试试！你不是这。你们的折子我都看过了。今天所议既是国事，也是家私，所以你们尽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有香，儿臣在。你先说。儿臣所查贵州同镇一案积弊已久，每次朝廷派人追查都是虎头蛇尾，甚至已经定了罪的，居然没过几天又另委他职，甚至改头换面，重获升仙。匪夷所思，何以至此？那是因为同镇甚肥，钱能通身，有大把的钱用来打点。这野童治弊，那国家财政要紧，这什么人敢这么私相授受？问得好，如果没有大庇护，确难成事。这次儿臣最为用心，也是最难办的，就是找到他们背后的这个大度。找到了吗？回皇阿玛，据儿臣所查，同镇所行贿赂，其中一大部分都流进了和珅的口袋。朕说过，今天在这里，一切直言无碍。既然皇阿玛许以直言，那么儿臣今天就要参合这个切实国库的奸佞。皇阿玛，儿臣的案子里第一罪首也是和珅，儿臣也要参他。这和珅依仗这么多年来皇阿玛对他的信任，现在是一手遮天，上负皇恩，下欺老鼠，现在已经到了横行无忌的地步。皇阿玛，儿臣这次清查户部的外流银两，也想借此算一算和珅的家私，谁知道，居然没有一个人能算得出来。和珅巧言令色，长袖善舞，儿臣斗胆说一句，他的很多作为连皇阿玛都给骗过了。十五弟，我听说你私贩楠木一案，那个向怀章的背后也是和珅吧？怎么，八哥知道的比我还清楚？这是显而易见的事。楠木乃天家禁物，这中间没有像和珅一样的人暗中维护，区区一个小小漕运，焉有此胆呢？漕运衙门历来鱼龙混杂。我说的是和珅。和珅？哦，我已经认真审过了向怀章，他并没有提到和珅的名字。和珅是向怀章最后一道保险，他能够亲口供出自己的主子。十五哥办案不会这么糊涂吧？办案嘛，自然要以供状为准。何况以咱们的身份，总不能像那些酷吏一样靠逼供取证吧？照你这么说，难道我们在用刑逼供？哦，不要误会，我只说自己，不涉他人。皇阿玛，也许是儿臣无能，可是我只以眼见为实，供状为本。私贩楠木一案，所有的关节，儿臣在所上的折子里，如实奏闻了。你不是拿了别人什么好处吧？我又不想盖什么楠木店，他向怀章能给我什么好处？我说的是和珅。身为亲贵，不能结交外臣，这八哥也该是知道的。如今又是奉旨办案，不管是谁，在这个时候也不能献头献脉，来行贿于我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山东国泰一案，是你跟和珅一起去的山东，也许是从那个时候就结成私交了吧？今天只议论自己手边的案子，不必翻那些陈年旧账。
也不必因人设事。这。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哦，说到向怀章的背后是否有人？有还是没有啊？查无实据。哦，你们一人一案，只说自己的吧。该谁了？儿臣也要参和珅。讲。主子找我。上次我让你的手下把和珅的事情告诉十五阿哥，送过去了吗？主子放心。再核实一下。这。回来了！还换了衣服，混蛋！你就是拿张席子裹起来，我也认得你。这回咱们关门打狗。那咱们怎么进去？功夫白练了，翻墙啊！我啊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还有你，过来，扶着我点，你过来呀！快呀！小子，快点给我出来！我看见你了。老规矩，我数3下，你给我走出来。1、2，哼，3。你们找谁？你们是谁？我们认错人了，不找你们。找谁？我们找里边的人。里面的人在哪儿？
不，跑了！哎呦！这是哪一路的？只怕也是来要债的吧？邹令让找李传位，他上哪去了？试试嘉兴王那边的解说员了吧。别让自己人。张根处，你们来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赶快把门口那几个傻大个子给料理了，收拾东西，走人。主子问你有没有把和珅的事情告诉嘉庆王？着什么急啊？咱们出去再说。现在说。你们这不都看见了吗？我都让嘉庆王的人给关起来了。什么意思？傻呀，这还不明白？要不是和珅的事情一闹，我能遭这个罪吗？明白了，走。哎，别！你们帮我把门口那几个家伙给料理了。旨意只让我们问话，没有别的。捎带手的事儿吗？不是。张根处的规矩你不是不懂，对不住了。你们这个太不仗义了，这是。哎呀，你追不上他们的。追不上我喊还不行吗？妈的，那喊什么都没影了。你喊什么？放我出去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皇上已经知道我在这儿了啊！放我出去有什么好看的？给主子请安。回主子，您让核实的已经核实，李侍卫的确把消息送到了嘉庆王府。哦。还有，据派去的人说，嘉庆王把李侍卫隔离关押了。隔离关押？是。不错。不错。终于有长进啦！主子是说，李侍卫有长进？你说什么？看守回报，说那李传位满院子嚷嚷，说皇上知道他在这儿。胡说！如果真是皇上让他来的，阿哥们都参了和珅，只有我上的折子没提。皇上特意派人来提醒王爷，和珅建了一座楠木殿，那是要把王爷和其他阿哥放在一条线上，等着看王爷是不是也像其他阿哥一样争先恐后的参和和珅。皇额娘的嘱咐，看来是有来龙去脉的。你说你怎么想到什么说什么呀你？谁让他们把我锁起来的？那是怕你出去乱说。你现在连皇上都惹上了，谁知道会有多大麻烦？我这麻烦已经顶到脑门子顶上了啊！再多几个也无所谓。李督办在吗？看见没有，来了！李督办可在？喊什么喊？老子还没死呢！都退下。这。你们先出去一下。
不管你是谁，从哪儿来，可下面的每一句，你都必须是实话。你把和珅的事儿告诉我，是谁的主意？